組最後一輪分組賽，摩洛哥對住海地，海地提前出咗局㗎啦，所以咧佢哋冇包袱，呢一場打得好燦爛，一嚟就先開紀錄啦。祖石夫嘅入線，最終咧就計咗邦尼嘅烏龍波，但係對於海地嚟講，都揾到今屆世界盃嘅第一個入波啊！除咗前線上面有啲威脅之外，後防線上其實咧見到門將嘅帕斯特今場賽事就係佢最後一場國際賽，上半場亦都連番撲救啊，先救出夏基比呢下左腳嘅半單刀，然後再嚟一下艾卡比嘅保中咧，亦都係俾佢救到啊！見到今日摩洛哥咧，雖然防線唔集中，但係進攻上嘅拉扯咧依然都做得幾唔錯嘅。范昂路斯落到底線，呢個波改變方向咁啊出到嚟就揾到夏基美咧就門前篤入追翻入嚟嘅。因為呢個後營站有冇痛㗎？到時摩洛哥咧就排緊喺小組次名啦。咁啊，如果要超越巴西嘅話咧，佢哋呢一場就擺到明車馬要炒對手嘅。咁但係你唔好當人哋弱旅就贏硬先得㗎。伊斯多整球可能係今屆嘅金球之一啊！差唔多30碼勁 ban 埋去掛網，再度領先嘅係海地。但係呢邊都有足夠嘅級數啊！夏基美第一時間嘅傳中到3步揾到呢邊。我自己，等我陣，我影埋個3分鐘先。咁啊呢個波一個撞射攞翻個正處，為摩洛哥追平翻2-2。臨完場之前呢，見到巴謙迪亞斯呢一下嘅撞射咧，咁佢頂，咁啊呢個位緊處邊出界啊！咁啊上半場大家咧都拉鋸得幾緊要㗎。下半場咧就縮翻後少少啦，海地。令到摩洛哥咧多翻唔少嘅攻勢同埋控制權嘅，又要帕斯特呢位老將作出突破，離門好近啦，同埋面前遮嘅，不過佢都夠時間作出反應。但係之後嘅角球就冇咁好彩啦。嚟到78分鐘，雙方咧其實都作出咗唔少嘅換人調動嘅，呢一邊咧亦都能夠替摩洛哥反超前。兩位後備兵咧，亦都交出表現啦。拉希美咁呢球波勤力掠翻個波翻嚟，回翻出嚟，中間有20歲仔嘅耶先咁啊射成4-2。咁呢球波咧爭議點就係個波出咗界未啊？咁啊經過 VAR 嘅複核咧，就確定個波係未出界嘅。咁啊最後咧憑住耶先嘅入波咧，摩洛哥喺今場嘅小組賽咁啊以4-2擊敗對手以戰。咁啊去到32場咁啊睇下乜嘢對手啦。咁啊海地咧都嘗試去作出一啲嘅反撲啦。咁啊因為拿蘇咁啊呢位老將咧，其實佢喺今場賽事咧就係第一次咧為球隊上陣喺世界盃賽事。呢個罰球得幾靚嘅，但係過唔到邦奴啊。摩洛哥有驚無險之下4-2成功次名出線啊！